继续来看台湾大学一个行动不方便的男学生，昨暝9点外坐一台电动的代步车到西门町买物件，结果互2个男子包围抓落来，讲这个代步车搞到其中一个人的倒骹，爱伊赔医药费，讨要爱钱。加在有热心的民众帮忙解围，警方随后嘛赶到场来排解，才全无代志。你是跟他们起纠纷那个吗？伫咧人来客去的人行道，警察接到报案赶过来，看到查甫人的手搁搭伫咧电动车，讲家己无要走。坐伫咧电动车的查甫大学生是惊一条。查甫人讲，脚去电动车搞一个受伤。2个查甫人伫咧西门町街路，甲查甫大学生抓落来，要解讨超值的费用。觉得有一点被恐吓，有一点被勒索，因为他也没有跟我讲，就是赔的金额，他就一直这么看你有多少嘛，你有多少你就拿出来。生出来大学生读台大社工系，昨暝9点外走去西门町买物件，经过新道路时，拄到2位查甫人要甲讲钱。根据了解，生出来查甫大学生当时坐计线准备要回去宿舍，伫咧正甜芳店头前捡2人毁掉咧。一位洪先生就讲，查甫大学生的电动车去搞到伊的倒骹，所以就要甲伊讨钱去交接，甚至佫甲伊的电动车配出烂。热心的民众看到过去做公亲，警察接到报案赶过来处理，落尾2人是无体壳。就是他们一直跟我说不要担心，不要担心，因为我那个当下都很害怕，然后整个人僵在那边。根据了解，热心的民众就是新北市议员金穗留言助理，讲拄好经过车，嘛赶紧跳出来主持公道。那经现场的热心民众及员警调解后，并告知相关的权益。双方各自离去。闹热气的西门町商圈，认为查甫人敢若锁定行动不便的查甫大学生，要甲人讲钱。加在有热心的民众过去斗3工，才平安无事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